第10天，因神的話語而戰兢。以賽亞書66章1至2節。耶和華這樣說：天是我的寶座，地是我的腳凳。你們要在哪裏為我建造殿宇呢？怎樣的地方才是我安息的所在呢？耶和華說：這一切都是我親手所做的，所以他們就有了。以下這種人是我要垂顧的，就是謙卑、心靈傷痛，因我的話而戰兢的人。全能主啊，你在寶座上超乎萬有，卻親近謙卑痛悔的人。求你軟化我剛硬的心，使我的靈敏銳於你，教我敬畏、聆聽、遵行你的話語，凡事尊你為大。願我在敬拜降服中全然歸你。阿門。